咱台湾家己做的第一粒气象卫星“风者”，去年10月升上太空。经过调整，太空中心表示，上紧今年6月，也就是后个月开始，“风者”会当和福卫7号做伙观测气象，提供今年风台季的预报参考。交换你们手中的合作备忘录，互相伫文件签名。国家太空中心甲中央气象署签署 MOU， 要强化双边合作，提悬气象预报的准确度。我们的福3、福7所提供的资料是大气的垂直剖面资料，所以基本上是温度、湿度。那当然，它还可以衍生出压力。猎风者呢，它提供的是海面的风的资料，对于台风的相关的个案，或者是台湾的这个豪大雨相关的个案，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们大概已经建立自己在这一个相关的 GNSS-R 跟 RO 的自己的自制的技术，上面其实是可以配置这样标准的模组进行国家发射场的选址。再过来就是我们在拜访可能的单位，比如东部，我想是东部、东南部才有可能。台湾头一粒自制的气象卫星“风者”，去年10月成功发射，伊的搭载 GMSSR 会当提供目前相对较欠的海面风速数据，会当甲福卫7号所提供的大气、电力站等资讯互补，也会当加做刷落来风台季的气象预报参考之一。海面的风浪的高度以及海面风的速度，综合福卫3号以及福卫7号的努力，我们过去的18年来呢，总计提供近3000万笔资料给国内外的使用者。后续呢，我们也期望猎风者的相关资料产品呢，能够进入天气预报。目前，福卫7号逐工产制5500笔大气资料，甲4000笔电力站资料，两单位的合作，伫提升气象预报的准确度的同时，也可以当提供卫星通讯定位所需要的太空天气资讯，甲民生参灾害应变、防救等领域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